天王黎明出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活动，问到将与范冰冰拍摄电影《杨贵妃》，并且饰演唐明王，黎明立即推搪表示不能说。而盛传他这次之所以能接到好角色，是因为好莱坞华裔演员曾龙主动放棄，因此黎明這次屬於直二攤。我唔知，其實你傳幾多個人到今日係我手係我做就係我做噶啦，我唔會你之前傳幾多人，因為嗰樣嘢係唔係我關我事嘅。有啲人好介意，我從來都唔會介意呢個問題。我就話當下嘅事實係乜嘢，就只有勇敢面對嘅啫，做好自己。角色嘅嘢咧，由邊度傳翻出嚟咧？你問翻邊個劇組咧？因為始終嚟講，我哋自己就從來冇俾劇組下過指令，我哋可以講呢部電影，所以我哋唔講，唔係扮，冇咩好扮。今日網絡咁犀利，咁所以不如你哋自己問翻佢哋想點講，咁等佢哋自己點講翻。黎明每次接受採訪，媒體都往往被他的京劇所雷倒。這次的採訪，黎天王繼續發揮京劇王本色。被問到最近盛傳他賣掉了原本與前妻勒吉爾的愛巢，黎明否認了說法，但是之前就拋了一堆京劇。我頭先我同啲媒體朋友講過㗎啦，我話好多時候咧，佢將即係吹牛嘅新聞應該分類翻邊啲吹牛嘅雜誌就擺喺吹牛度，邊啲報紙原本混亂咗，變咗大家會好混亂，係咪先？觀眾都無從適應，因為有時你都會影響大家銷量㗎嘛。咁當然冇咁嘅事啦，無端端買咩樓啫。至於黎天王的感情世界，你唔好八卦啦，你係八卦你唔關心。OK 係咁，拜拜，唔該晒。搜狐視頻娛樂播報香港報道。您現在收看的是搜狐視頻，我是孙俪。